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2月初4，以赛亞書43章20安尼讲：你对水中经过，我的确甲你相隔伫地。你经过江河，水的确无淹没你。你对火中行过去，的确无受烧，火焰也无倒伫你的身上。三甲来祈祷，甲愿相隔伫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阮、佮救赎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怜悯、佮施落主爱予阮的天父。主啊，伫世间人来看，阮是软弱卑贱，总是伫你的眼中，确实看阮最尊贵佮宝贵。主啊，感谢你疼阮到安尼，因为你以外，阮无别个拯救，因为只有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阮对水中经过，你确实甲阮相隔伫地。阮经过江河，大水的确无淹没阮。阮对火中行过去，的确无受烧，火焰也无倒伫阮的身上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时刻甲咱相隔伫地，予咱无受害的主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